香港為殘疾人士提供嘅職訓中心，除咗3間隸屬於 VTC 集團嘅展亮技能發展中心之外呢，仲有2間相當出名嘅康智會松嶺綜合職業訓練中心，同埋另外一間喺亞皆老街嘅九龍眼科醫院對面嘅明愛樂慕綜合職業技能訓練中心。其他技能訓練中心咧，一般都係提供2年嘅訓練課程，而明愛樂慕嘅職訓課程咧就係3年嘅，總共有140個名額。除咗呢個職訓嘅培訓之外咧，佢哋仲有咧在職培訓啦、就業導航服務，即係咧輔助就業服務嘅一種啊，同埋再培訓嘅服務。呢個再培訓嘅服務咧係為失業或者重新咧適應工作嘅人士提供短期嘅訓練課程，等佢能夠咧重新返到呢個嘅職場裡面嘅學員可以因應自己嘅需要同興趣，選擇4種唔同嘅培訓方式嘅其中一種。今次嘅視頻，我哋主要集中介紹職業訓練嘅課程。明愛樂慕嘅職訓課程為學員提供3年全日制嘅技能培訓課程。課程裡面包括有必修單元同埋選修單元，學員可以按自己嘅能力同埋興趣喺每年選修唔同嘅範疇嘅單元。各個單元嘅目的都係培養學員多元化嘅工作技能同埋良好嘅工作態度嘅，為佢哋咧未來公開就業作好準備。而你就可以喺唔同嘅階段選擇適合自己嘅學習模式。明愛樂慕嘅必修單元包括個人成長、實用普通話、英語、數學、體適能、資訊科技、形象、儀容等等。而選修單元就包括飲食業、商業、服務業、物流業、通識、藝術、資訊科技等等。首先係飲食業，裏面包括咗西式嘅廚務助理啦、餐飲嘅服務同埋款待、咖啡實務、水吧清潔、烘焙、甜品製作等等。第2個科目就係商業，包括辦公室實務、數據處理、英語實務嘅寫作。而明愛樂慕嘅負責人咧，好坦白咁講，佢哋現時接觸到嘅僱主咧，係以聘請體力勞動嘅僱主為主，比較少有同辦公室工作相關嘅工作機會。所以學員同埋家長咧，修讀呢個商業課程嘅時候，要小心考慮呢個情況。簡而言之，同其他幾間技能訓練中心俾我嘅回應係一樣嘅。如果選辦公室實務呢一類型嘅課程，大部分嘅畢業生咧都好難揾到相關嘅工作，尤其係有肢體障礙嘅學員，因為青年人咧身體嘅障礙，所以佢哋由細到大都好想，又或者係被錯誤咁灌輸咗咧，可以選擇喺辦公室做文職嘅工作。但係想像係豐滿嘅，現實咧係骨感嘅。近日有一個咧舊生讀完 DSE， 喺勞工處展能就業科嘅協助底下，佢喺入境處做咗半年嘅影印工作，之後佢就失業啦。而佢喺呢1-2年咧不斷咁咧想揾文職嘅工作，無論點樣咧佢都揾唔到。佢認為自己之前都能夠做影印嘅工作啦，揾翻份文職嘅工作有咩問題呢？佢冇諗過嘅係，佢之前嘅工作係勞工處幫佢嘅僱主出咗佢大部分嘅人工。例如假設佢有8000蚊人工，咁其中7500蚊呢係由政府出俾佢㗎。就係因為咁，佢嘅僱主先會請佢做呢一種單一性嘅工作。但係一般嘅辦公室實務嚟講，工作嘅單位呢，佢唔會只係有單一性嘅工作。如果佢唔改變佢固有一定要做文員呢一個咁嘅思想嘅話呢，我經驗話俾我知呢，佢好難咧揾到嘢做嘅。最終呢，佢可能咧要入工場。呢個故事咧稍後咧，我哋喺其他視頻咧會再同大家分享。第3咧就係服務業，包括酒店房務啦、洗燙嘅服務、學校助理、活動圖書館助理等等。第4咧就係物流業，包括速遞物流、倉務同埋呢個包裝嘅。第5係通識，包括社會文化、綠色教育同埋呢個中文傳譯。第6就係藝術，包括數碼錄像嘅創作啦、繪畫、藝術欣賞、禮品包裝、創意產品嘅展示同埋銷售嘅。第7咧係資訊科技，包括電腦技術員嘅實務、電腦組裝、手機應用嘅程式開發、初階電腦繪圖等等。咁要點樣先可以報讀到呢啲課程呢？申請人可以經由學校嘅社工轉介，或者自己上網下載表格申請中心嘅服務。
到時候咧必須要咧備齊所有嘅文件，包括殘疾證明文件。如果有埋個案撮要，咁啊梗係最好啦。咁就一齊咧寄到去明愛樂無嘅入學組，咁就可以噶啦。喺就讀嘅期間同埋畢業之前咧，中心都會為學員提供呢個嘅個別化嘅就業輔導，進行求職技巧訓練啦，職業嘅選配，採取3層嘅支援模式同埋5個階段嘅介入，使到學員咧能夠衝破呢個就業嘅障礙，提升佢哋嘅競爭力。3層嘅支援咧係指每日工作間嘅支援啊，咁第2層嘅係小組支援，第3層咧就係個別嘅支援。目的咧就係令到佢哋慢慢由呢個入職期進入呢個適應期，繼而咧獨立期、鞏固期，最後咧能夠咧喺唔需要支援底下咧獨立工作嘅。同報讀展亮課程最唔同嘅地方就係學員咧唔需要喺申請之前咧做呢個職業評估，申請嘅時候咧亦都唔需要咧選心儀嘅科目，而係喺面試之後咧中心決定收你啦，咁你先至開始選科目嘅。仲有一點咧，大家需要留意嘅咧就係咧，佢哋好強調咧，佢哋係唔收有情緒行為問題嘅學員嘅。佢哋話咧，我哋係一間職業技能訓練嘅機構，而唔係去處理情緒行為嘅機構。所以咧，佢哋係難以有空間花大量嘅時間去處理學員嘅情緒行為問題嘅。喺殘疾人士職訓嘅界裏面嚟講，明愛樂無咧係一間 Band 1嘅訓練中心。聽完之後，你係咪都好想去申請呢？